百姓看见摩西眼前无落山，百姓就聚集到阿伦遐，对伊讲：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。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甚物。阿伦对因讲：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、耳仔所挂的金环8衣，摕来互我。百姓就拢把因耳仔链的金环摕来互阿伦。阿伦对因的手指来，拄一只牛仔，用签刀仔吊起伊。因就讲：以色列啊，这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的。阿伦看了，就伫牛仔的面前起弹。阿伦阁宣布讲：明仔载着受罪，何塞耶和华。隔日清早，因起来献小祭甲平安祭，百姓就坐地啉食，起来滚笑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失去安全感的孤光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无安全感听起来敢若是真小可的代志，但是伊时不时就伫影响咱的心理，也是咱甲别人的互动。咱凊彩想想的，就想到过去因为咱的无安全感所做出的一寡冲动，也是无合理的代志。所以咱袂当容忍即个细细的无安全感伫咱的内面生长，因为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就要互咱看见以色列人因为即个无安全感的火舞，引起伫即场内面所发生的大火。伫第一节，互咱看见因无安全感的来源。而且讲百姓看见摩西因前无落山，百姓就聚集到阿伦遐对伊讲：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。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甚物人。这短短一节显出百姓因真侪的问题。大先百姓看摩西因前无落山，摩西伫山顶到底有偌久咧？40天。40天无算短，对伫遮的伫旷野听候无代志做的遮百姓来讲，实在因得要挡袂牢啊！我想这对咱来讲，咱即时真正会当体会以色列人的心情，因为对疫情3级的安尼管控以来，咱已经1个月啊，真侪人已经挡袂牢啊！我无甲朋友出去开讲，无做伙食饭，我实在即要挡袂牢啊！所以咱即时会当体会到百姓伫旷野无代志做迄款的心情。伫遮的言前有的所在嘛解释叫做见笑。见笑为虾米讲做见笑咧？因为遮百姓因为摩西40天无落山，就认为摩西无负责任，非常见笑，竟然将因放伫旷野，就安尼落跑啊！第二句，百姓就聚集到阿伦遐，即个教。毋是一个普通的教，是一个反抗攻击的讲法。伫遐会当看出，遮百姓因的情绪，敢若一鼎伫要烧开的滚水。因毋是挂虑即个摩西有拄着什么危险无，因是伫遐生气，所以聚集到阿伦伫遐来吵闹。第三句，百姓甲阿伦讲：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。即时的百姓，毋是亲像进前因无水啉、无物件食迄款伫遐埋怨，因命令阿伦起来。即个毋是讲阿伦坐地听因讲话，叫伊起来的意思，是百姓命令伊讲：阿伦啊，你着起来做一寡代志啊！摩西伊无落来呢，甲阮装上帝。即个上帝毋是因所捌的耶和华上帝，即个神明，即个上帝伫遮是复数。这百姓认为摩西伊所讲的迄个独一的上帝无够力，所以爱亲像埃及人，也是其他国家爱拜搁较侪的神明，会较有效。所以咱对遮会当看出百姓的无安全感，互因生出真严重的无信任感，然后因就做出遮愚妄的行动。咱看见因对摩西无信任，因为记得摩西安怎无性命的危险。带因伫遐来经过红海，带因伫埃及法老的面前来行出这真危险的代志。伫因无水通啉的时，
无物件通食的时，摩西也替因伫遐呼求上帝。所以咱看见因对摩西的信任，就伫因真无聊伫旷野听候的时，全部拢互撤销。搁来，咱看见因对上帝无信心，因袂记得上帝伫因眼前分开迄个红海，因袂记得上帝降落安豚甲玛纳，因袂记得上帝因火挑云挑因带因，因的无安全感，互因去找其他的神明。咱对第5节会当看到，第2天因用即个金牛来献祭，并且百姓坐伫啉食，起来滚笑。坐伫啉食，这甲进前因甲上帝立约的时是同款的情形，就是因伫立约了后，会坐落来做伙食，做伙团契。所以伫遮表示因也甲即只金牛伫遐立约啊。另外起来滚笑，有性的行为的意思。这表示这以色列百姓也学习其他的这异教、崇拜、淫乱的行为，伫遐学白来。所以咱无法度想象，即群亲身经历上帝的百姓，竟然伫因的无安全感的中间破坏甲上帝立约。因犯着10条诫中间第1条、第2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的上帝，毋通为着家己来雕刻偶像。因也犯着第7条，毋通行奸淫的诫命。对因，咱看见即个失去安全感，会带来袂受伤的结局。我想这段经文伫咱现代即个时阵，特别真做咱的境界。咱活伫一个真无安全感的年代，每一天咱拍开电视所看的就是台湾，也是全世界疫情，敢若拢无消退。也有的兄弟姊妹啊，面对着收入减少的问题，嘛有人伫烦恼囡仔伫处理学习的效率，也是会烦恼讲当时会轮到我来拍疫苗咧。这个问题，互真侪人真着急，困袂去，拼命伫遐洗手喷酒精，不断有负面的情绪出现。但是伫即时，咱会当选择，咱会当选择继续互即个无安全感伫咱的内面做主。咱嘛会当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就是重新甲上帝立约，互对上帝的信心来引带咱头前的路。但是以色列人因选择的较毋是上帝这条路，咱看见因冲去找阿伦，爱阿伦替因做一个偶像，但是阿伦敢有阻止因？无，阿伦叫因将身躯顶所有的金仔拢拔落来。用这来做一只金牛，对这咱看见这个领袖的失职。当时的领袖毋那是阿伦一个人，摩西上山进前有交代百姓讲：恁踮伫遮等阮，等候阮倒转来，恁遮看阿伦互你甲恁伫地，人若有代志通来找因。所以阿伦毋是一个人，伊有互你甲伊同工。伊嘛有平常伫管理以色列的这70个长老，甲伊同工，因会当做伙来参详。另外，阿伦嘛会当学习摩西，摩西凡事求问上帝。但是咱看见阿伦这动作拢无，伊连拒绝讨论的空间嘛无，伊马上用百姓的金仔拍出一个因着埃及真熟悉的牛。但是咱有疑问。阿伦毋是大祭司吗？伊哪会遐尔糊涂咧？伊毋是知影讲这是上帝看做欠算的吗？阿伦当然知，但是当伊看到一大群失去理性的百姓冲来找伊，迄时伊失去伊信仰的原则。伊想讲暂时甲因按捺一下，做一只金牛来踢因的喙，并且交代明仔载咱着向上主来守节咯。所以伫阿伦的心中，伊无将即只金牛看做是神，伊嘛无用即只金牛献祭守节的想法。但是百姓心内较毋是安尼想，因为当百姓看到即只牛互做出来时，因竟然讲：以色列啊，这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的。对遮，咱看出咱人类的悲哀。咱人拢相信咱家己目睭所看的。这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上帝的权能，
但是现在因为看袂见上帝，看袂到摩西，因就失去安全感，因就用一个伫埃及看会见的偶像来成做因的神明来拜，甚至将所有的愿望拢寄托伫即个金牛，愿望即只金牛会当继续带因来行出旷野。兄弟姊妹，这嘛是咱的软弱，咱拢是用看会见的物质来填满咱空虚的心灵，想讲用遮的就会当满足咱。但是对以色列人的故事，互咱来反省：当咱拄着无安全感的时，敢嘛会亲像遮以色列人，将上帝降价，用其他的神明来取代上帝呢？信仰的考验，毋是伫咱平顺的时，因为伫平顺的时，咱拢是敬虔的圣徒。信仰的考验是发生伫咱拄着困境，伫迄当时，咱敢会当坚持伫上帝面前徛在稳定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有可能伫即时，你拄啊好伫经历生命中间的难题，你眼前看会见的偶像不断地去引你，愿望你离开上帝，但是莫袂记哩，上帝伫过去怎样带领你？咱伫即时阵特别会当来算小主的恩典。我相信，当遮个以色列人伊伫旷野听候无愿望的时，因若去回想过去上帝种种的恩典，即个结局是会改变的。所以这就是领袖的责任。一个领袖，伊无需要有好的口才，无需要讲一寡神奇好听的道理。一个领袖只要真忠实来引带百姓去回想上帝的恩典甲带领，唤起因脑海中上帝的同在。亲像咱有真爱吟的一首诗歌，我真爱讲这故事。这首诗歌内面就是提醒咱爱不断想起上帝恩典的故事。虽然这个故事是老故事，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记载伫圣经的中间，但是这个老故事，互咱哪想哪有滋味。所以咱看见伫出埃及这段经文内面，阿伦甲伊的同工拢总失职。因无伫百姓怀疑、无安全感的时，好好带领因，反倒因想的就是紧紧来安踏因的情绪。就亲像咱有的父母，你教囡仔，就是伫囡仔真吵的时，真紧将即个3C插落伊，互伊点点，较无想到真济的伤害就伫无形的中间来发生。我真爱圣经内面一句话，也拄啊好伫回应因领袖应该有的责任，就是伫箴言29章18节，若无密室异象，百姓就放纵，独独接受律法的就有福气。这个异象毋是讲一个民族、一间教会要有异象，任何一个团体，甚至家庭嘛要有异象。若无，所有厝内的人拢将咱的家庭看作是一个提供食、提供住的旅馆。但是密室异象是对倒位来？咱知是对上帝来。毋过，咱就知传达就是爱透过人来传互其他的人。当上帝启示人未来的方向，领袖就有责任爱将这个异象来传达互其他的人。亲像上帝启示摩西，然后摩西传达予所有的百姓。教会的异象是透过牧师长职来传达予所有的兄弟姊妹。家长透过异象，透过教育，将上帝愿望咱起造一个什么款的家庭的异象，用教育的方法来教育咱的后一代。所以，咱看见真侪敬虔的家庭。因就是想办法将信仰实践伫因的生活内面，互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有宗教的生活。所以对遮看到领袖是有责任的，领袖爱带领属伫你的团体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。这个团体可能是2个人、3个人，这个团体可能是100个人、500个人，
但是咱就爱接受领袖应该有的责任，特别伫困难发生的时，领袖本身的言行举止，嘛爱互人看出咱的坚持，毋是一个半间中会妥协的一个人。所以百姓的无安全感，阿伦这个领袖的失职，造成后面真大的灾难。上帝看见啊！上帝爱摩西紧落山，因为百姓已经歪错，所以摩西一落山，看见百姓所做，气甲将上帝所写的两块石板ฮ็伫涂骹。摩西毋是讲我无爱做啊，摩西是因为这百姓违背甲上帝的律约，伊感觉即马一切拢乌有啊。摩西阁将因所铸的即只金牛、烧羊磨做粉掺水，处罚这个人啉落去。摩西嘛质问阿伦讲：阿伦啊，你哪会做出即款的代志？阿伦竟然讲：啊，我将这个金仔ฮ็伫火里，即只牛仔就出来啊！这是一种非常含并且无负责任的讲法。最后上恐怖的，摩西呼调讲：即水徛上主迄边的，通来我遮。有可能伫百姓伫遐乱的时，这个利未人无参与，所以利未人拢聚集到摩西面前，然后摩西下令叫因摕刀，将悖逆的以色列人杀死。伫迄天，以色列人死3000人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段非常悲哀的历史，因为人的无安全感，造成家己人害家己人。咱无法度明白安尼的事是出自上帝的吩咐，也是摩西家己的想起。但是，若较会晓联想的兄弟姊妹会想讲：这个摩西毋是定定为着百姓来祈求吗？并且伫即章的11节到14节，当上帝讲要因为百姓的悖逆来杀因的时，摩西阁有为着因求情呢，上帝嘛答应因呢。但是为什么伫了后，摩西会做出安尼决定呢？兄弟姊妹，若看到安尼，咱爱来回想，因为摩西五经是用无共款的版本来形成的，所以第7节到14节，甲25节到29节，这是无共款的版本。所以，咱若对这有兴趣的，咱会当去看旧约的概论，咱会当对安尼会真有较侪熟悉。若无，咱看摩西五经的时，会感觉讲，有当时啊，即个一段经文，哪有无共款的描述？毋过，这毋是咱今仔日的重点。咱转来咱的重点，兄弟姊妹，咱毋通看轻咱一点仔的无安全感伫咱的内面。因为这一点仔无安全感会引起真大的灾难。以色列人无偌久进前甲上帝立约，但是当这个无安全感伫因的内面生炭时，因开始袂记得因甲上帝立约。所以咱要好好去面对咱的无安全感，咱的无相信，宁可咱用时间来找求正确的方向，咱嘛袂当凊彩找一个理由来应付，因为安尼信仰袂牢根，后来一点仔风吹草动，咱的信仰可能就摇来摇去。但是咱是人呢，敢有可能永远徛伫信仰的关山？无可能。咱嘛会亲像这以色列人，伫某一个时期，咱行伫幽暗的山谷，说要安怎激励家己？虽然经过这个不安、无安全感，但是咱要是会当保持信心，这就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所有信仰的伟人，因无一个无去经验到，因看无路的安尼的惨景，但是因选择因爬起来，继续行伫上帝的路。咱等一下要吟的圣诗613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。这首诗歌的背后有一个感动人故事。伊的作词是一个叫做哈瑞修斯比弗的一个人。伊
伊是美国芝加哥真出名的律师，伊嘛是一个真成功的房地产的投资人。就伫因全家要出发到欧洲的时，即个史比夫伊临时有代志，所以伊先替伊的太太甲4个查某囝买好船票。伊嘛计划讲，等伊的代志处理完，伊马上搭下一只船去甲因会合。但是无想到，伊的太太甲查某囝所坐即只船，伫大西洋的内面，甲另外一只船来相撞，所以大部分的旅客拢死啊！而且死亡的名单的中间，也包括即个史比夫4个查某囝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，伊的太太安娜因为掠掉一块插头，所以就互救起来。安娜就甲其他生存的人，互送到另外一只船继续来行。这只船几工了后，就行到英国。史比夫伫迄当时看到报纸，伊知影即个船难的消息，伊非常着急。伊毋知影讲伊的太太、伊的查某囝敢有平安。但是伫另外一方面，伫英国悲伤到要死的即个安娜，伊嘛毋知影讲伊要安怎伊互伊的丈夫知影即个消息。最后，伊拍一张的电报，即张电报起头用2个简单的英文字 “Save Alone”， 敢若我生存，来通知伊的丈夫，伊的4个查某囝拢总过身的消息。收到太太的电报，史比夫的心好亲像互倒伫挂，伊马上坐船去到英国。当即只船行到即个船难发生的迄个地点，即个船长特别来到伊的房间，甲伊致意。兄弟姊妹，迄若是你，你是甚物款的心情？痛苦、悲伤、自责、生气。史比夫甲伊的太太是长老会信徒，伊嘛非常支持海外宣教的工作。连即摆因全家要去欧洲，嘛是要去参加伊的朋友，就是真出名报道家穆迪的报道会。但是无想到，甲失去伊4个查某囝。其实伊的苦难毋若安尼，伫即个传染的3年前，伊唯一的后生嘛破病过身。芝加哥佫发生大火，将伊大部分的产业烧了。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就消退，伊积极参与规个城市的规划，所以伊会延前出发，是因为伊爱紧去处理一件都市规划的问题。但是伫面对一波一波苦难的打击，史比夫较伫迄天写出一段感动人心的歌词。这个歌词内面，伊用大风影来形容伊的心情。但是面对安尼的苦难，伊较保持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伊相信主耶稣是一个保火所换来的救赎恩典，不但担当伊的罪过，并且嘛要引带伊行过这个大试炼、大风影。兄弟姊妹 ，COVID-19 绝对毋是咱唯一会面对的灾难。伫耶稣搁来进前，安尼的代志会哪来哪做？但是就亲像耶稣伫约翰福音20章，伊有连续3摆甲伊的学生讲：愿恁平安。耶稣赏赐的平安，互这学生伫面对犹太人迫害时会当勇敢。耶稣的平安也差遣这学生，互因会当勇敢去传福音。最后，耶稣的平安也互即个怀疑的多马做出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安尼的信仰告别。咱看见怀疑的多马，当耶稣赏赐伊平安的时，降服伊做出一个信仰告别。同款，耶稣的平安也要安尼帮助咱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中古世纪的一个修士，叫做伊纳爵修士，伊的发现来做结论。伊有讲，一个平安的人，也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，爱有3种心态。第一是我是好的，
即个毋是真骄傲，敢若看家己最好诶。即个好是上帝看咱最好。我是互疼诶，我是互上帝所疼诶。虽然即个世间毋是真侪人疼我，但是上帝疼我。第三，我是安稳诶 ，I'm safe。虽然伫即个世界真侪苦难，但是伫主诶手内，我是安稳诶。所以我相信世间无有物件会当互咱有安尼感受，但是伫信仰内面会，主耶稣会。所以，望主耶稣基督诶平安甲咱同在，伊诶平安嘛要带领咱行头前诶路，咱做伙来祈祷。